后来继续要来看的是这个基隆市政府每年的总预算总共是偏238亿，比今年的196亿增加大约42亿，但是煞无变青年电动机车的预算。青年电动机车是市长谢国良主要的政见，这条经费无变，引发到议员的质疑，讲市长根本就无心要做。市府是来回应讲会追加预算。另外，市府是编5000万，要来买这个水陆两栖的阿米亚船，要来促进到海港的观光。但是这种船，2010年伫高雄的爱河道出现过，因为欠了个歹维修，已经停止营运。即马要安怎搁伫基隆顺利来运作，嘛互议员真怀疑。水陆地慢慢驶落水，尤其是介欢喜。这台水陆两栖车，佮叫做阿船，会当带观光客伫咧地边行，卖当伫咧水面收水。游览城市每一个所在，即马基隆市政府嘛按算引入来这种车。我们到了日本东京去做这个鸭子船的考察。那其实鸭子船在日本东京跟横滨、还有美国波士顿、还有新加坡，这个都有成功的营运的经验啊。认真讲，这种阿船高雄爱河早就伫咧2010年就付，迄日船是称到抓袂牢，像真侪游客来，也毋过因为零件欠亏，要修理无简单，伫咧2020年就无个使。我想鸭子船是高雄人家已经玩过，而且现在不玩的一个水上的活动。现在在疫情后，那目前搭乘这个鸭子船的比例其实都还蛮高的。我们希望可以委托日本指导，那我相信，因为他们比较有经验啊。为了促进观光，编5000万买阿船，不过2024年总预算内底，所无看到市长谢国良的主要政见，青年电动机车预算都予议员起交期。他不是说要发5万台吗？那明年他一台都不发。最重要就是把这12000台先都执行完毕。那如果要编列预算的话，我们都可以透过这个追加预算再随时办理。市府回应，今年电动机车已经追加预算3.8亿，考虑到交车进度和时间表，会去看申请状况和追加编列。市府环保局嘛讲，预计10月初2开始受理申请，并10月底交车。到底谢国良的电动机车证件，敢会讲会到做会到，市民拢等咧看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了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